同學登入咗電子書之後呢，咁就可以呢落返嚟呢度 YCME 呢，開啟返你自己個作品啦，係返創作室動畫創作，然後撳返開啟 YCME 網絡，開返你嘅作品出嚟，然後繼續創作嘅。咁而家我呢又示範一次呢點樣係由個 storyboard 做4個動作啦。咁如果呢你自己嗰個呢字母呢係一個 A 字呢，咁你先畫咗個字母啦，然後去返呢個動畫模式，然後呢就喺個時間軸呢加關鍵影格，咁做你自己嘅動作啦。如果你想做左移動，咁你可以將佢拉左邊啦。第3個動作又加個關鍵影格，做右移動，做去右邊啦。然後呢，我哋最後需要做第4個動作嘅。第4個動作呢，我哋需要加另外一個圖層，因為第4個動作呢，我哋需要呢係冇咗一個最後一個筆畫，俾同學自己填返上去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可以加返一個關鍵影格，然後呢，就再畫最後一個影格。咁但係你而家發覺呢，第3同第4個動作係重疊嘅。其實如果我一開始可以擺後邊呢嘅話呢，就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啦。咁如果我而家擺咗喺重疊嘅話呢，其實我可以喺前面呢右 click 插入影格，插入影格，咁你就會見到呢兩個影格唔重疊啦。而下邊嗰度呢，亦都要加返啲影格。咁影格呢係連續到去第4個動作先至完結嘅。咁最後呢，我哋呢就加埋個插入補間動畫呢，咁我哋就會見到會有連續動作出現啦。如果唔加嘅話呢，就唔會有連續動作出現嘅。咁最後呢，我哋撳返第一格，然後播放一次，咁成個動畫呢就完結咗啦。咁最後呢，同學記住呢係做返個儲存返喺自己 YCME。咁如果你係當日做嘅日子呢，可以用返當日做嘅日子啦。同日嘅話呢，咁你可以用返2014 10月16號 C 呢個版本去做一個儲存嘅保存。咁保存成功呢，你就可以關閉啦，你就可以登出返啦。